喺牽引治療中，有兩種唔同嘅治療方法。臥床平面牽引雖然可以使腰椎減壓，但需要治療師操作，逐次收費，價錢昂貴，而且整個療程時間短，康復慢，更不能起床活動。相反，腰椎立體牽引係能夠加速椎間盤回立，促使自然康復，從而好快令到腰椎減壓緩通，而且能夠隨時隨地進行，唔求人。而家萬德醫療嘅佩戴式強力立體牽引器 B18D 既有效，冇風險，冇副作用，立體精準有力拉起椎體，使突出嘅椎間盤回納，擴闊椎孔，直接減少神經受壓，可以隨時隨地佩戴使用，喺日常生活中持續改善坐骨神經痛。免費試戴服務現已接受報名，立即點擊以下連結預約免費試戴。推廣期內成功預約即可享有交通資助。若果想了解更加多骨科疾病，護具治療骨科痛症指南已經喺三聯、商務、中華書局發售，從知識改變命運。